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dan。再過2分鐘我就會成為富豪，係啊。你成為你咩？係你咩？你睇唔睇同得住我咁？係啊。成為富豪之前，同大家講多次新年快樂先啊！新年快樂。搞緊豬啦喎已經。咩 number？你應該等佢搏，係咪搞晒跟住等個 number？我都未睇過 live 咁滯好似，我會等好耐㗎。大家唔會啊 ，number。真係。廣告緊。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！1至49號彩色號碼頭已經由下至上、左至右順序排列好。之後開始20期嘅六合彩現場有出。第一個號碼係5號、34號。係啊，真係有啊！唔係咁寫啊！第二個號碼第二個搞出18號。哎呀！二獎，導演二獎。18好似冇買到添啊！第3個號碼5號。第三個35號。哎呀！ 34、35喎，幾靜晒，我睇你全部都唔中，靜晒，係咯，都唔關我事啦已經。第4個號碼啦，又係3字頭喎，好驚啊嘛！37號喎，34、35、37、18，哇，全部3字頭喎。我哋又做。好，第4個號碼啦，49號第5個，哇，全部大 number 喎，49號好似都冇買，全場靜晒，應該全部都冇買。最後第六個，哇，2號啊，第6個號碼係，係。哦。未飛。會唔會即刻講㗎？會唔會即刻講嘅最重要？唔會㗎。特別號碼，係，我啱啱有講過呢個 number 喎，33，咁多好多3字頭喎，1、2、1、33、34、35、37喎，哇，係咯，連住晒好嘢！多謝大家一齊睇咗呢期六合彩啊，係啊，好啦。咁我哋而家派嗰啲冇用啦喎。即刻唱！舉手。嗱，而家即刻開睇下先，即刻打開，睇下中唔中先，中咗收埋啦嘛。哇！呢個有35啊，冇啦。呢個有49中喎，得49喎，好啊，兩個都得1字中啫，有乜人要？要啊！簽個名。簽個名啊！係啊，簽名要啊！